無論係居酒屋嘅薄切鹽葱牛舌，定係燒肉店嘅炭燒厚切牛舌，去日本旅行，牛舌都會成為打卡嘅對象。大家好，我係力高，歡迎收睇幾分鐘變專家。當大家大啖咁享受緊呢啲人間美食嘅時候，唔知你有冇諗過，點解香港冇得食日本和牛舌呢？牛舌咁大條，究竟邊個部位先至最好食呢？仲有日本最出名嘅仙台牛舌，傳聞話同日本和牛冇關，到底係咪真嘅呢？今集就一次過解開晒呢啲謎團啦！要了解牛舌，首先由佢嘅部位開始講起。當然，你可以話隻牛擘大口咪見到咯。唔好意思啊，我想講嘅係喺日本屠宰分類會分為肢肉以及腐生物。肢肉即係帶骨嘅肉，例如肉眼、西冷、牛肋肉呢啲我哋平時食用嘅部位。而腐生物就係內臟同骨頭等等。由生物學同解剖學嘅角度嚟睇，口腔係消化系統嘅入口，所以牛舌由脷尖到喉嚨嗰部分屬於消化器官，順理成章就被歸類為腐生物，亦即係內臟。點解要強調佢係內臟呢？因為有一點好緊要，逢親內臟嘅血管比肌肉多好多，入邊充滿血水，一經屠宰，呢啲血水簡直係細菌瘋狂繁殖嘅溫床，所以檢疫嘅標準比起豬肉嚴格得多。尤其喺2001年，日本瘋牛症爆發，香港政府當時就即刻單方面全面禁止日本牛隻嘅內臟輸入，即係話喺2001年之前，喺法律上係准許由日本運條和牛舌返香港慢慢嘆嘅。但係當時食牛舌嘅風氣又未及而家咁流行，加上日本人長久以嚟對享用牛嘅內臟係一種近乎瘋狂嘅喜好，所以當時就算你想買，算咪馬些，日本國內都俾人搶晒，根本都冇貨俾到你。不過聽講家陣香港政府有意放寬呢條例，希望有一日我哋喺香港可以輕輕鬆鬆咁食到真正嘅日本和牛舌啦。雖然暫時喺香港冇得食和牛舌，但係我哋依然可以輕易買到嚟自美國、澳洲、紐西蘭甚至南美洲嘅優質牛舌。既然睇得幾分鐘變專家，加上作為一個牛舌愛好者，淨係識得食係唔夠嘅，仲要知道點樣處理。一條成年牛嘅牛舌，連埋舌根，通常重 1.5kg 左右，外面包住一層好粗糙嘅皮。處理牛舌第一步就係要去皮，去完皮之後，真正愛嚟烹煮嘅肉大概只係得返1kg 多啲，即係買3個橙，其中一個爛咗，係咪損耗率好高呢？牛舌其實係一嚿好特別嘅肌肉，唔同部位嘅脂肪比例同活動量都好唔同，口感簡直係天淵之別。如果你攞最矜貴嘅部位去煲湯，或者攞最韌嘅部位去燒烤，咁就真係要對住你講句呀咩爹啦。一般嚟講，一條牛舌可以分為4個主要部分，每個部分處理嘅方法都有唔同。例如喺牛舌最深處連住喉嚨嘅部位，我哋稱之為舌根或者係舌心，亦係成條脷活動量最少嘅地方，所以肉質最柔軟，脂肪比例最高。一條牛舌大概得200至300 gram 係屬於舌心，佔成條牛舌20至25%。咁矜貴嘅部位，最好當然係極厚切炭燒啦。你想象一下，一塊切到1-2厘米厚嘅牛舌心，兩面芥花，外表燒到微焦，內裏保持半生，點少少海鹽，咬落表面爽脆，跟住豐富嘅肉汁同牛脂會喺口內爆發，呢種感覺好多時都令你忍唔住嗌句 kimoji。好啦，諗夠啦，我哋繼續。舌根對落舌中呢個位置，活動量比舌根多，脂肪含量少啲，肉質結實啲，最適合就係薄切，輕輕燒幾秒，咬落去非常有彈性。所以你見到好多日本居酒屋都會有蔥鹽牛舌呢度頭盤，就係使用呢個部位啦。夾埋啲蔥，配埋杯辣媽超，即係生啤啊，一個字，爽啊！
再落去就係舌尖呢個位置，呢度幾乎冇脂肪，全瘦肉，肉質非常粗糙堅韌，但係牛肉味極重。點解會咁韌？大家都諗到啦，隻牛日日不停咁照草同反芻，舌尖係成條脷喐得最多、最操勞嘅部位。就正因為咁，舌尖最適合慢煮同長時間燉煮，好似法式紅酒燉牛舌，又或者做日式牛舌咖喱，配埋日本米族嘅飯，一流。最後就係條脷最底嗰浸，稱之為脷底或者係舌下。呢個部位連住下巴嘅肉同筋膜，血筋多，味道比較重，亦都比較韌。一般高級餐廳將呢部分切走唔用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只要識處理，好似將佢剁碎用嚟做免治牛舌漢堡，又或者切粒愛嚟煲牛舌清湯，都係非常好嘅選擇。了解咗咁多關於牛舌嘅資料之後，我哋香港人真係好中意食牛舌㗎，對牛舌嗰種熱愛真係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好多時為咗享受最正宗嘅日本牛舌，我哋甚至會親自買張機票飛去日本食。既然要親自飛去，來都來了，梗係要食最出名嗰啲啦。家陣誇張到連一個3歲小朋友都會同你講，我好中意食仙台牛舌㗎。點解仙台牛舌會咁出名？咁我哋就要時光倒流，睇下仙台牛舌嘅發跡史。其實喺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日本百廢待興，物資極度短缺。當時嘅仙台好多美軍駐紮，美國人好中意食牛肉，但係佢哋只會食牛扒。對於牛嘅內臟、牛尾、牛舌呢啲部位，美軍覺得係下欄嘢，全部當垃圾丟棄。當時有一個叫做佐野啟四郎嘅日本人，即係而家仙台著名老店味太座嘅初代創始人。佢見到咁多牛舌被丟棄，覺得好浪費，一心想成為一個出色廚師嘅佐野先生，亦都一直想發明一種其他人好難抄襲嘅獨家料理。見到咁多被人當廢物嘅牛脷，佢就諗起有一次佢去東京一位法國大廚朋友度食到一道法式燉牛舌，發覺牛舌原來可以咁好食，但係燉牛舌要花好多時間，唔適合當時大眾嘅快餐需求。諗下諗下，喺呢個 moment 嘅佐野先生就要爆啦！經過無數次嘅試驗，決定將牛舌結合日本嘅燒烤文化。佢將牛舌厚切，經過幾日鹽漬同熟成處理，再用猛烈嘅炭火快烤，結果外脆內軟，肉質豐富嘅仙台烤牛舌就咁橫空出世。一開始牛舌只係低下階層送走嘅平價美食，直到1980年代後期，日本經濟起飛，新幹線開通，好多去仙台出差嘅白領食過之後驚為天人，將呢種美食傳遍全日本。仙台牛舌正式被捧上神壇。喺你哋仲回味緊上次食仙台牛舌嗰種美味嘅時候，我要講個事實俾大家聽。其實大家食嘅仙台牛舌，90%嘅牛舌都唔係嚟自日本。聽完你係咪覺得好崩潰呢？點解會咁嘅？因為供不應求咯。大家要知道，單單喺仙台市入邊有超過100間牛舌專門店，每日消耗嘅牛舌數以噸計，都仲未計日本其他地方。如果全部用晒日本牛舌，首先根本冇咁多牛，其次價錢會貴到無倫，一碟定食可能要賣到過萬日圓，根本唔可能成為大眾平民美食。何況和牛舌只係佔整個市場1% 供應。另外就係因為和牛舌嘅脂肪極重，好影響燒出嚟嘅口感。為咗平衡口味，好多打住仙台牛舌嘅鋪頭都唔會選用和牛舌，寧願選擇其他國家嘅牛舌。最重要嘅係，其實仙台牛舌之所以咁出名，並唔係因為佢用和牛舌，而係佢嘅處理方法。將牛舌去皮切片之後，會用鹽或者秘製醬汁醃製，放喺低溫環境熟成幾日。呢個過程會排走多餘水分，令氨基酸濃縮，肉味大爆發。和牛舌嘅結構並唔適合承受呢種熟成嘅工藝，
所以大家去仙台排幾個鐘頭隊食牛舌，你食嘅並唔係日本和牛呢個品種，而係食緊宮城縣仙台市傳承幾十年嘅職人手藝同燒烤工藝，識得去欣賞先至係專家嘛。好啦，今集同大家分享咗日本牛舌嘅前世今生，由點解佢係內臟，因乜嘢原因香港冇得食，去到4大部位嘅最佳食法，再架開埋仙台牛舌嘅終極謎團。下次同朋友去日本食牛舌，不妨分享下今集嘅內容啊！最後，我想問下大家，如果俾你揀，你最中意食嘅係入口爆汁嘅厚切牛舌心，定係野味爽口嘅薄切蔥鹽牛絲，定係你食過一啲更加過癮嘅牛舌料理？好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中意今集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俾你嘅朋友睇，仲有記得 subscribe 我嘅頻道，撳埋隔籬個鐘仔。我係力高，我哋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